與生俱來嘅意思就係我出世嘅時候個法律已經有允許咗同婚呢個概念。可能喺我哋嘅旁邊領事館嘅地方咧，可能有啲人與生俱來就有得同婚嘅，咁啊另作別論啦。香港與台灣嚟講咧，對於婚姻同婚嚟講咧，好似係有一個可以有 redefine 嘅空間，因為我哋冇啊，OK， 即係冇有呢個東西，我哋只能夠去諗下好啦。咁如果我有得結婚，我可以做啲乜嘢？而因為呢個有呢個機會咧，我哋去重新反思婚姻對我嘅定義係啲乜嘢嚇。咁重新反思呢個過程當中，我哋都多咗一啲人去諗緊。咦，我喺一個親密關係裏面，愛情感嘅需求、浪漫嘅需求以及性嘅需求，其實個 percentage 係要點樣調整咧？咁呢個時候就想問下 Yumi 啦，就係呢度我哋都見到你身後有塊板仔，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下你哋近排嘅呢一個 Elements 嘅研究裏面有啲叫做伴侶關係法律框架嘅研究嘅資料，有啲咩數字可以分享下？好啊，冇錯。其實有好多位都同 Esther 咁嘅研究係呼應㗎。但我首先講翻啦，咁就針對翻，主要係針對翻無性戀無浪漫社群嘅。咁我哋個問卷嗰陣時就分咗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問佢哋點樣睇而家個法律框架，第二個部分就係佢哋理想中嘅關係係啲乜嘢嘢。咁對於法律框架嘅意見，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嗰啲大家會覺得婚姻權當然係有，當然係必須嘅一個人權一部分。但係婚姻以外嘅其他，無論其他形式嘅伴侶關係，都應該要受到同等嘅法律同埋社會保障。咁但係去到翻要對照翻佢哋個人嘅一啲關係選擇嘅時候咧，嗰個位置有趣嘅係，可能係大概2至3成嘅人係話，淨係得2至3成嘅人係會話自己有規劃或者有意想去結婚嘅。咁所以點解會有呢個差別喺度咧？咁其中一個原因有可以聯繫到婚姻本身對無性戀嘅嗰個制度性歧視，因為我哋成日會話嚴防制講話，你婚姻點樣為之完成係你要同你嘅伴侶有性行為先至叫做完成咗嗰個婚姻。而如果唔係嘅話，係喺香港嘅制度底下，你係可以因為冇進行到呢個位而被法停去判定你嘅婚姻無效。而當然我哋會話呢一個嘅制度性歧視係會令到可能無性戀會有所退步嘅一個原因啦。而與此同時，其實都好似一層嘅問卷睇到嘅係，好多無性戀無浪漫嘅人去想像關係、想像家庭嘅時候，其實都已經跳出咗婚姻嘅呢個框架。佢哋覺得冇辦法去包到佢哋想要嘅嘢。咁想要嘅係啲乜嘢嘢咧？譬如而家先講。係啦，呢張圖呢度會見到嘅係有好多講緊係唔以性或者唔以浪漫為中心嘅一啲承諾關係啦，可能係講緊住埋一齊互相照顧嘅同居嘅關係，或者住喺附近嘅。咁係咪一定要係1對1咧？咁就視乎性質。如果佢係牽涉到浪漫嘅，有啲朋友仔會覺得可能都係1對1嘅伴侶關係，亦都有。但係如果未亦都有啲無浪漫嘅朋友仔，其實係諗緊可能一班可以信任嘅生活伙伴，大家住喺同一個社區或者住喺同一個屋檐下，但係有啲乜嘢緊要嘅事情嘅時候係可以互相支持。講緊嘅係譬如做一啲醫療嘅決定啦，或者係一啲住屋嘅規劃、一啲財產嘅規劃、一啲繼承權嘅事情嘅時候，其實呢啲嘢係唔一定係話要係由有血緣嘅原生家庭或者係所謂嘅婚姻伴侶配偶先至可以做，先至叫做一定係不定去做。但係可能喺佢哋眼中，其實呢啲嘅生活伴侶反而係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幫到大家互相支持，俾到需要嘅支援大家。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呢一啲嘅關係係好重要嘅啦。咁咁所以我會覺得好多時候好類似嘅同埋就係對於嗰個關係嘅價值係啲乜嘢嘢咧？有陣時候咧，因為我哋去到無性戀無浪漫嘅討論嘅時候，好多時候大家會問咁你點樣分乜嘢為之拍拖，乜嘢為之朋友啊？咩為之身體界線係有性冇性啊？而好多時候呢啲位會跌咗入去個泥漿摔角度，又係關於呢啲制度上嘅討論嘅時候，因為你成日好似想要畫一條界去分呢個制度要保障邊一批人，保障邊一批人。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佢永遠會排除咗一啲唔包喺入邊嘅嗰啲人。咁但係喺我哋嘅問卷入邊見到嘅係，其實有陣時候比起對象係乜嘢，性傾向、浪漫傾向，或者對象佢感受到嘅情感係啲乜嘢，其實大家喺度講緊嘅都係我哋點樣去實踐我哋個關懷，嗰種照顧模式係點樣，同埋你俾唔俾到需要嘅一啲情緒價值啊，